这样。嗯。这个。哈哈哈。所以之前有打过吗？之前就有练过。我先打1年吧，然后我停了1年多，然后再继续再来上那个高手。我出去报的时候，库存还在收款，我就来这里。哦，我这里库存收款，对，之前。有教你发球，有些没教，发球是最及时的一个，我看到好像2颗豆腐，有点 Q 度。虚席，教练这可以喝对不对？对对对，